佢由細到大都好驚樹葉㗎，但係你應該驚嘅呢把。嗱，佢覺得會喐咯，可能。精神啲。六啊。 Hello， 我係 Bowie 啊。我叫 Ada， 我今年8歲。你個媽咪幾多歲？你知嘅，你大聲啲。係啊，我費事佢周圍同人哋講我幾多歲嘛。聰明得嚟又有啲黑人憎咯，係啦。佢會可能揸住個垃圾無啦，將個垃圾掉咗落地咁樣咯。周圍揾咯，我垃圾桶行嚟行去都揾唔到。哦，都係想佢有多啲嘅環保意識。又要將嗰啲飲管啊呢啲嘢，又要搣咗包裝紙啊，你又要洗佢啊，最麻煩你嗰啲好麻煩㗎啲嚟工咯。喺兩層樓嗰度，如果可以吸收到嗰啲電力嘅話，係啊，唔使交電費啊，任用。係啊，佢有啲好無啊想像力咯。其中一個活動我哋就負責執垃圾嘅話。啊，好難，求其啦，就兩件事。有草冇啊？冇啊，我太陽眼鏡啦。我幫你戴啦，到時。你唔好漏啊，漏到死啊會。哇，白色。我有色嘅，你冇色嘅。要粉紅色。唔要，藍色照舊啊！雖然知道呢個比賽係有3位爸爸出戰，哇！你加油啦你！成日跟住我咧，成日佢好似啲女仔咁樣，8歲啦係咪啊？你要照顧翻我噶啦！我要揾阿爸嚟參加。你試下咯，係啊！我覺得我得㗎。乘風破浪我最勁！決戰4月27，耶！